喺中山市沙溪鎮建村700幾年嘅龍瑞村，有明代古塔嘅遺跡，有矗立100年嘅探花牌坊，更有隨處可見嘅橋元素。呢啲建於20世紀初嘅中西合璧小樓，就係當年一班在外打拼嘅華僑闖世界嘅印記。其實咧，我哋龍瑞村啲華僑咧，遍佈全世界都有好多華僑都係出錢出力。然而喺相當長嘅一段時間裏邊，精美嘅建築風貌俾時光蒙塵，昔日熱鬧嘅橋房漸漸人去樓空。雲渠街9巷4號嘅呢棟橋房，成為近年嚟龍瑞村保護活化老橋房嘅樣板。原本呢間屋咧，佢嗰個房東咧就出咗國，咁後尾佢翻嚟咧就揾到村集體，唔想將佢單單去賣咗出去俾啲其他嘅人，咁就希望留翻喺個村，等個村嚟咧即係保護到，咁我哋就將佢進行咗一個修繕。嗰間屋就係1921年嘅。聽我哋啲前輩都有人家講，屋主咧係一個大善人，做到好多善事。嗰啲玻璃咧，100幾年嗰啲玻璃係屬於琉璃玻璃，嗰啲就係南洋啦、粒瓷啦。係啊，依家到依家都會發少少嘅。所以話以前啲手工易咧，成間屋咧只係將個牆嘅顏色紅棉花，所有嘢咧都係舊時。依家嗰啲家私咧就係我哋專搬入嚟。冇話大區無情，佢都係小修小補。好多華僑翻到嚟咧，好似依家嗰個橋咁，特別開心。龍瑞村採取村級主導、社會參與、市場運作嘅模式，聯動市鎮僑聯搭建溝通橋樑，爭取僑胞支持，並將橋房保護納入農房風貌管控，針對唔同建築制定一房一策改造方案。再由村集體進行購買或者代租代管，承租方進行後續運營。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本地人啦。細個嘅時候咧，就係每日翻學咧，都會經過呢度，就覺得呢間屋好靚好大間，對呢個老橋房咧都係比較有感情嘅。諗到想翻嚟村入邊創業。店鋪嘅一個業態咧，選擇嘅係一個東南亞融合菜，放一啲古玩啊家具嘅一個展覽，再加上我自己一啲中意嘅電玩桌遊嘅體驗，呢個融合嘅業態咯係。沉寂老橋房脫胎換骨，搖身變為兼具時光味、煙火氣同潮流感嘅新空間。從單點活化到整街統籌，咖啡餐飲、休閒娛樂、建築設計等多元業態落地生根，散落嘅橋房串聯成獨具特色嘅橋文化風景線。因為佢係形成咗可以對橋房有效保護，村集體增加收入，運營主體盈利，客流顯著提升呢個多方共贏之路。有流量嘅店鋪可以帶動周邊群眾嘅消費，仲有整個街區嘅農房風貌提升。過嚟旅遊嘅人都比較多，村民都好積極支持呢件事。知所從來，方明所去。喺僑胞心中，呢啲橋房係割捨不斷嘅根脈，亦係綿延千里、生生不息嘅鄉愁寄託。龍瑞正以橋為橋，譜寫出一曲古今相融、鄉韻綿長嘅動人樂章。